人讲医者爸母生，不过咧做医生进前呢，就爱捌好济捌好深。这清华大学今年成设立医学院，为着要帮助学生更加了解到医学解剖，特别开1亿打造一间解剖教学研究中心。内底除了解剖实验室，阁会当透过3D 的影标本加 VR 人体系统，帮助学生更加入捌人体结构。清华大学医学院重新成立的解剖教学研究中心内底，除了专业的解剖设备、专门标准微体冰柜，嘛维持一定的温度。这个研究中心开1亿经费打造，还希望帮助学生会使对人体组织结构有实际的了解。本上面看到动脉是标红色，静脉是标蓝色，然后神经是会标黄色。可是，在把解剖大体老师剖开来的那一瞬间的时候，那些血管全部跟神经全部几乎都是同一个颜色。有大体老师的帮忙，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身体内部的构造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。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就是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医生。过去保存微体大概需要1冬的时间，即马透过全自动技术微体丰富处理，会使将时间缩短变1个月。各有 VR 人体系统，让学生透过科技学起来更加有效率。还有电脑3D 的这个软体，就是希望协助学生能快速的了解到我们复杂的人体的结构。清华大学前校长蔡成峰也在现场参观微体同意书，无条件捐出微体做医学教学研究使用，来帮助学生奠定更较实践的医学基础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